而家又係微微煮食時間。今日我炆煮嘅湯有海參、乾瑤柱、百合湯。材料有海參2條、乾瑤柱2粒、百合1些、薑4片、蜜棗1個。首先煮隻滾水，熱嗰個真空壺，然後煮適量嘅水，將海參出水5分鐘，然後洗乾淨海參，將所有嘅材料放入個煲內，海參、乾瑤柱、百合、蜜棗，然後加適量嘅水。加適量水之後，我哋係煲滾佢之後，煲滾咗之後大滾20分鐘。滾完20分鐘之後呢，就將呢個所有嘅材料湯水放入真空壺內炆煮，炆煮到晚上便可以成為一碗我哋美味可口嘅海參乾瑤柱湯。呢個百合海參乾瑤柱湯，百合潤肺，海參滋陰，這個湯水好有益的㗎。如果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下，又唔肥膩，大家喜歡就試下啦。